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一囝拍唔食，一囝抢来食。这个意思是，饲一个囡仔食饭的时，囡仔若是无胃口，有时就安尼哪饲哪弱，袂输咧战争共款。脾气甲控制袂调的家长，真正真想要拍囡仔。要不你用拍的嘛，无一定有效。若是讲是一顿囡仔伫食饭，伊就会受生食，哪食哪算，食饭加一种的趣味，所以讲真紧就会使食了。啊，其实食物件是囡仔出世了后，会晓头一项功夫。虽然讲伊无法度完全控制伊的身躯，伊也毋过会使决定伊该食什么物件。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，伊爱食的物件就会无共款。啊，这个囡仔若无想要食饭的话，会互家长真苦恼，三顿就会变成一种噩梦。今日这讲俗语是：一囝拍唔食，一囝抢来食。